酒肉朋友。社会上所说的酒肉朋友是朋友里一种最没有价值的，但我颇不以此话为然，因为我认识的朋友，除了几位酒肉朋友能始终如一、知己知彼，此外简直可以说没有朋友。如今的世界要求一个诚信不欺、道义之交，好像是大海捞针，到底是不可能的。什么情深管报，什么交比连令，老实说都是一副假面具罢了。汉镜花园上所说的两面国，对着人是一张人脸，脑后藏着又是一张恶脸，是一点也不错的。我常觉得无论什么人，就是喝醉了才能把这副假面具除去，露出一副真面目来，讲话时才能把良心上的真主张完全披露一点也不留。所以我认为这一般酒肉朋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，彼此在酒后所讲的话都是真心真意，谈起心来是无话不说，要比自己的亲兄弟还要亲热几分呐。等到酒醒了，即便大家再套上假面具，周旋世故，究竟比口是心非，永远不除假面具的朋友有价值多了吧。黑白颠倒，吃饭得仗着本事，这话固然不错，但是有专靠本身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本领；有不靠本身，专靠别人的，那是虚假的本领。往往有许多办事机关有才干的人，做的事情很多，所得的薪水却是很少。也有那办事时常出岔子的饭桶，反倒事情清闲，大摇大摆，甚至高居上位。这就是真实本领和虚假本领显然分界的地方。我们对靠真实本领吃饭的人，应该120分的尊重他。但是对靠虚假本领吃饭的，倒也不可十分小看他，因为这种本领也不是轻易学得会的，也可以算是特别的本领。不过事到如此，叫那靠真实本领吃饭的硬汉，又怎能不灰心呢？就拿我自己说吧，确确实实的是饭桶。我常想世上少一个我，绝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我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倒也干净。那么与其活着不开心，不如死了的爽快。但想虽想得透，看也看得开，却究竟下不了手。世界上没骨气的窝囊废，再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吧？能进取屁，占不尽的便宜，吃不尽的亏。这两句俗语乍一听似乎费解，但细想起来，世间的事总出不了这个范围。因为便宜和吃亏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平平坦坦的一条马路，任谁都可以行走，但是偏偏坐马车的得让坐汽车的，坐人力车的得让坐马车的，不行走路的连人力车也得让。大家都是行路，为什么一个得让一个？难道坐马车、人力车不行的都应该吃亏吗？然则坐汽车的似乎占尽了便宜，这也不然。就是坐汽车的，却还得受一个站在马路当中巡捕的指挥。坐汽车的自己花了钱买汽车，雇司机，在公共的马路上行驶，却偏偏得受一个只是拿着一根木棍的巡捕指挥，岂不是也吃了亏吗？这不过是举一个人所共知、显而易见的例子，其余皆可以类推。便宜和吃亏是相对的，有一个占便宜的，便有一个吃亏的。不进二字做循环不宜讲就得了。语妙双关。在扰乱时期，沪宁火车的拥挤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有时3等车居然变成5层楼，最高一层是丘巴居多，坐在车棚上；第2层坐在放行李的搁板上；第3层坐在椅靠上；
第4层坐椅子上，最下的一层坐在地板上。这样的火车，我倒有好几次恭逢其盛，但是没有坐着的资格，只好挤在人缝里站着。最苦不可言的是上车下车。孔子说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谁知不然？明明有车门，叫众人堵死，竟至不能出入，只好从车窗钻出钻入。于是脚夫们便大做捧屁股的生意，钻车窗的非他们捧屁不可，有要给2毛的，有要给4毛的。有一位老先生便对旁人说：你们的赏钱太吃亏了，我也是叫他们捧进来的，上了车，齐全在我，只给5个童子，他们也没法子。就有人回答说：你老先生真精明，很会在屁股上找便宜，惹得大家一笑。谁知后来脚夫是先给钱后捧人，或是先讲妥了价钱，捧进人去，但留下行李做抵押。若是没有行李的，他们便故意扒下一只鞋来，以后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鞋，免得费力不讨好啊。惠而不费。我有一次在火车上和同伴闲谈，提起坐火车遇人有为难的事，能帮一帮，那才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对座有一位少年便向我笑说，他在火车上就做过一回惠而不费的一举，做得很爽快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有一天我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，到离上海不远时，大家收拾行李预备下车，就见有一个老奶奶弯着腰向地下找东西，人问她找什么，她说丢了车票了，大家帮着找，也没找到，看来只得认罚了。她是从离上海不远的南翔上的车，车价不过3、4毛钱，但照规定来罚，是从开车起点南京算，非罚2、3块钱不可。可怜他是乡下穷人，腰里没带多少钱，又没有熟人借给他，待了半天，为难得直哭。我老大不忍，便动了见义勇为的心了，想给他几块，救他这个急，但掏出钱包来一看，连几毛钱也没有，但要不管吧，良心上又觉得过不去，煞费苦心，才想出个惠而不费的法子来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车票来，给了他，告诉他说，拿这票出验票口吧。他接过票去，又疑惑说，谢谢先生的好意，我的难关过了，先生怎么办呢？这不是救了田鸡饿了蛇吗？我说，你不用多讲，车已经停了，快下去吧。我插嘴问那少年说，你到底是怎样出的验票口呢？他说，我随着那老奶奶挤在人群里走出验票口，收票员把我拦住要票。我说，已经交给你了。他说，别瞎说，谁收了你的票了？我说，怪了，明明给了你了。说时便在身上乱摸，摸出一张车票的残角来，便说，还好还好，有证据，我的车票本来有点破损，这是破掉另外的一小块，你要不信，把收的车票和这块拼一拼，便知道是谁的错了。收票员一查，果然有一张缺角票，一拼正合适，他反倒自己认错，放我过去了。其实这是我玩的把戏。给那老奶奶车票时，早已撕下一角，预备脱身用的。果然1票2用，救了人的急难，自己也不受窘。这便叫做惠而不费的一举啊！我听完了，很佩服，说这把戏玩得很有趣。我奉赠足下一个美号，叫做耍花枪的侠客吧。